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看还是有点时间，是吧？刚才我讲原来有几个老师来介绍，我们有几个老师也很谦虚，是吧？好像在提问中啊，你们或者可以介绍，是吧？有些问题，我们有一些老师啊，讲刘院长希望我们也提出一些问题，你也当场解答一下就好，是吧？我就每一次办班我们都安排了这个环节，是吧？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急需要我解答的，我就马上可以解答，是吧？那么今后我们已经是我们列入我们黄埔的名单了，是吧？大家随时可以交流，是吧？并且你们搞好了，我们和我们老校长讲，你搞好了，我们就有时间到你们学校来，啊，到学校来学习，和你们当场帮助你们做一些方面的指导，是吧？至少我们主要叫闻道在先，并不是我们聪明，我们就说搞的时间长一点，把大家的经验了解多一点，可以介绍给你。闻道在先，并不是我们聪明，是吧？我们做的可能各种教训都有，有一些呢还没有做好，好吧？看下面看各位老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举手吧，说过了。好，还有。你好，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位他说他妈妈活泼可爱，他自己老成持重的美女，他说他是学哲学系的，然后他就是看遍了所有的西方哲学，最终他觉得中国的思想传统思想是最站得住脚的。我就想请刘校长帮我们指点一下，这个中国文化里面最站得住脚的这个核心的地方在哪里，这是什么样的？谢谢。好，谢谢啊。我们中华民族啊，中华民族，我们讲也是世界的聪明民族之一，是吧？我们也讲，不是讲最聪明，是吧？反正我们是聪明的民族，很有智慧的民族。那么中华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吧？你比如我们哲学思想，很多哲学思想，很多哲学思想，是吧？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哲学思想，啊，是吧？我们总结的这个量变到质变，这是我们中国总结出来的。你看，古里面都有的，是吧？量变到质变，运动规律，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哲学思想都是来源于传统文化的。我们哲学里面几大规律嘛，是吧？都是来源于传统文化里面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讲这些东西，仁爱，这是不是中国全世界仁爱一切人，这不是最好的吗？是吧？我们要宽容，这不是很好的吗？这个宽容，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讲自强、自立，你看都不是很好的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古代讲立言、立德、立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问题啊？过去我很多的学生就提，但老师啊，我们也不能讲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没有消极的东西，没有不好的东西，是吧？我认为也有一些地方也民族意识，我们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强调的不够，是吧？民族意识，还有那些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光本位的思想，就学去做光的，是吧？这个本位思想，光本位思想，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这个是比较浓的，比较浓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很多好的思想，群众是创造世界，群众是英雄，创造世界的主人，群众是英雄，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是吧？中国原来我讲的中国的10大思想嘛，有一些既是哲学的东西，又是品德的东西，也是民族精神的东西，是吧？西方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吧？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讲到尊重人，这个是，也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自由发展里面有一些合理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是吧？他讲的人权，实际上我们的是民本思想。我们以人为本不是民权吗？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精华的思想，民本思想，是吧？民本思想这是精华。我们的他的讲的人权，人权的一些思想，我们也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尊重人。我们确实这个文化里面有，但是我们呢在执行中不够，有一些人执行的好，有一些执行落实的不够，这些我们都可以来好好的总结的，是吧？所以我们呢既要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可以向西方、向全世界其他民族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我们中央的精神很好的，是吧？我们要弘扬我们的传统美德，弘扬我们中华的伟大思想，是吧？又要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这个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比较好的，好吧？我就这么简单的回答啊，谢谢。李院长你好，我想请教，就是像我们民办注册那种经典辅导中心，经典文化辅导中心，要用什么方式去进行有效的宣传，这种方法、以利我们招收到更多的学生。李院长赐教。谢谢。这个你们要成立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或者叫做中华国学经典教育辅导中心，这2个牌子都可以打，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辅导中心或者中华国学经典。为什么有国学经典呢？我是这么讲，国学经典人家听得懂一点，怕人家误区发生一些误会。但因为有一些人他对传统文化他认为就是过时的东西，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课啊，给领导干部讲课，我就没用传统文化，我用中华国学经典，是吧？中华国学经典辅导中心，是吧？教育中心或者培训中心，你把它办好手续，到教育部门你去办手续更好。为什么教育部门我们国家大陆啊对教育很重视的，办一切学校不收费的，不收1分钱税的，是吧？到工商部门你去办呢，凡是发生费用只要开了票就要交税的，我们也应该交税，要带头交税，是吧？那么你怎么办好以后，我觉得要做好怎么招好生啊，怎么扩大影响招好生。我认为第一，你要把你这个办学方案做好，把你的招生简章做好。这个办学方案招生简章啊，要做的要内容要很清晰，要有高度，但是要注意通俗性，是吧？不是人家看不懂，家长看不懂，是吧？你不知道你搞些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在大陆呢，你看我不用读经2个字，台湾朋友、香港朋友都可以用读经，所以我们在大陆啊，我们尽量避免用读经2个字，我们多加1个字。因为为什么讲读经不好呢？不是读经不好，本来简称就读经，诵读国学经典，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就叫做读经。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隔了几十年啊，大家读经不知道是什么经，一讲经他以为是佛经，他以为是
这个圣经伊斯兰什么经是吧？他就觉得你这个就害怕了，是吧？害怕了，所以我们都加几个字：国学经典，诵读国学经典，诵读血统文化经典，是吧？诵读血统文化经典，你看我们的诵读中华经典，简称中华经典，都听得懂，是吧？所以不要用，尽量不要在我们大陆尽量不要使用读经2个字，啊，所以你这个要把你这个结章做好。点，我觉得你有很多渠道来经营招生，啊，一个你举行这个家长报告会，你就专门来讲怎么教育小孩的，是吧？教育小孩的，你邀请一些家长来听你分享，你讲一讲，是吧？把我们所学的东西解集生动的讲给家长听，是吧？还有一些这个朋友，通过各种朋友宣传，通过网络宣传，通过学校宣传，很多途径，那就你自己去发挥了，是吧？哎，你看我们这里很多途径，哎，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途径，我告诉你，你就是要把教学质量抓好，你把那个环境布置好，把学生的生活安排好，是吧？最重要的，你教学有效果，只要你效果，你看我们有一个幼儿园，只有3个小朋友，4年5年，现在2000多小朋友，7个幼儿园，那是做好了，1全10，10全100，哪里没有？你看我们医院那个，你去看那个，我去接手的只有86个学生，86个学生，现在1200学生，是吧？现在我们武校的，你看啊，他要全部要进行考试，他不你来报名就收啊，他就说我这个学校还是要有质量的，哎，但是我呢，我的收的学生的不同，我就只有一个名额作为标准，比如我今年下半年我招30个北洋国学的老师，招30个人。举个例子，我目前反正只确定招30个人，我招满就不招了，因为我只能够教30个学生，最多我几个教授，我只有几个教授，必须要我亲自上课，我不亲自上课啊，他们确实现在我不放心，是吧？哎。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一定要亲自教学生啊！这个老师啊，你就教学相长的，教学生实际自己也提升的，是吧？所以我自己也自己教。那么我带着学，只要你愿意当经典老师，你就来看先后秩序，我就不管你成绩高低啊，家庭富裕不富裕啊，是吧？我们应该要向孔老夫子学习，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好吧，你那个，我觉得你只要这么很多的招生结章，很多漂亮的，你都可以借大家啊。我也可以提供几个，你可以参考。你看人家怎么做招生结章的，是吧？哎，你就很快了，可以吗？谢谢你。好，我们林老师，刘院长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先请示院长，就是说，以我们台湾同胞的身份，我们要来大陆这边开国学馆或经典教育中心。那我们刚刚有听到院长的提到说，成立所谓的机构，然后向工商管理局登记。那这里面是否也牵涉到我们，譬如说我们的身份，就是说通常我们是以观光的名义进到大陆来，那我们的台签也只有3个月的那个期间，那我们要怎么样进行这么繁复的一个登记？那还有日后牵扯一些所谓的法律的相关问题，以及相关的明细哈，那这个是我们比较疑惑的地方哈。那在院长为我们解疑惑之前，我们请我们这次台湾团的
那我们一起起立向院长行个礼，感谢院长给我们这个学习的平台好，那我们大家向院长行个礼，好，那谢谢院长。我们台湾同胞、香港同胞到大陆来到大陆来这个来帮助、指导，并且带头来传承我们中华的经典，是吧？这个来讲呢，我认为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台湾同胞他们一直没有中断，读得很好，并且教得很好。特别是这种爱心生活各个方面考得很细致，还有一个礼貌礼，他们读经典做经典做得很好。如果来教我们的孩子，那是非常是种很大的福报，是吧？非常好的。那么你们来了以后怎么做我给你们提几个参考意见，是吧？我认为呢首先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福建和广东的，是吧？我认为在广东和福建开展是非常好的，因为广东和福建呢，这个政策上国家是给了